大家好，我係4B 班黃煥然。今日我要介紹珠穆朗瑪峰。珠穆朗瑪峰係世界上海拔最高嘅山峰，海拔約8848米。它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中段，坐落在中國與尼泊爾的邊界上。珠峰氣候極端嚴酷，冬季氣溫常低至-0°C40度。珠峰被視為聖山，在藏傳佛教文化中佔有特殊地位。在珠峰及其周邊的高山地區，生存着一些特殊的動物，儘管生存條件嚴苛，但仍然有些動物存在，例如喜馬拉雅塔爾羊和雪豹等。在珠穆朗瑪峰攀登是一項具挑戰性和成就感的活動，被視為全球登山愛好者的終極目標之一。珠峰的空氣稀薄，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30%左右，因此登山者需要攜帶氧氣瓶。強風和低溫-30至40°C度是攀登中的常見挑戰。知多一點點，珠穆朗瑪峰的高度不斷變化，大家知道原因嗎？多謝大家。